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也常常讲到，前领毋是惊，后领较夹壁。会当解释讲是后壁拄到的代志比头前搁较困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夹，读过也夹第7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夹意思就是角度悬的路，若是角度较细，咱讲是夹。上夹，嘛有人讲背夹，嘛会当讲是角度悬甲足危险的路，咱讲是真夹。也佫有绝壁、岩壁、坑坎，有人讲是夹壁。也佫有一个咱较青训的用法，古早这字夹也佫有承受的意思，像讲遮侪项代志，你领会夹袂？意思就是讲你敢承受会调。这个文音读做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山夹，意思就是山坡；第二个词读做上夹，也就是爬夹。颠倒边的词是落夹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赛车来到山夹，速度唔通伤过紧，尤其是上夹的路段，都要特别张弛，小心无事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夹，另外文音读做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